一名马业中国马主联盟认证重工马，来自日本的中长途霸主太阳神。出生时间：2010年5月1日，出生国家：日本，性别公，毛色褐流，父系是日本种公马水疗治愈，祖父是美国种公马周日宁静，母系是日本冠军赛马 Dogger Elegance， 竞赛成绩1冠3季，外祖父是美国种公马 Jade Robbery 马主。一名马业太阳神在日本斩获了1冠3亚后被进口至中国，在中国赛场1800米及以上途程的赛事中，太阳神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存在。在太阳神出战的比赛中，几乎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。尤其在2017年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的一场1800米比赛中，太阳神上演了惊天逆转，从靠后位置强力冲刺，最终以将近8个马位的优势取得了大胜。太阳神父系水疗治愈在日本实战7冠2亚，是表列赛冠军。水疗治愈和大震撼是同父兄弟，都是周日宁静的子嗣。周日宁静可以说是改变了日本赛马史的赛马，其竞赛生涯夺得多个一级赛锦标，获得14战9冠5亚佳绩，其中包括御马者杯经典大赛及美国3冠大赛中的肯塔基达比及比利时锦标，被选为1989年日食大奖年度马王、最佳3岁雄马。1996年获选入美国名马殿堂。退役后，日本大马主吉田善哉将周日宁静购入到日本配种，在日本已有超过120匹子嗣胜出级际赛，当中最少36匹子嗣胜出1级赛。自1995年至2007年，连续13年雄踞日本最佳种马宝座，为日本赛马、御马界史上影响力最深远的种公马。周日宁静2002年8月19日因心脏衰竭逝世，其影响力仍未有丝毫动摇。周日宁静的儿子大震撼完美接过了周日宁静的衣钵，无论竞赛生涯还是配种生涯，都成为日本极具影响力的赛马。太阳神是一名马业经过中国马主联盟认证的种公马之一，子嗣具备参加未来3年总奖金超过6000万元的中国马主联盟系列国产马赛事的资格。